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多慧。我這次能參加在台南張湯跨年活動，我人生中第一次當主持人，所以很緊張，但是很期待。錄影片有個將要獻出人生當中的第一屆韓國啦啦隊女神李多慧，將在台南好樣耶誕演唱會擔任主持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蘭蘭。台南好樣搖滾耶誕演唱會12月20在台南市永華市政中心西側廣場，歡迎大家來吃吃美食、逛逛街，一起度過美好的聖誕節。Merry Christmas！ 拍呢是找來好朋友樂天女孩蘭蘭，兩個人會有怎樣的活動來台南著對了。而前NVT市長嘛親自公布卡司陣容，包括來自韓國的鄭恩地、日本人氣女團 UNUS、川西奈月以及動力火車、告五人等製作藝人。台南好樣演唱會事實上已經打出知名度，而且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品牌，所以很多國內外的藝人還有很多好朋友都非常趨之若鶩。但是很可惜了，我們一年只有一次了，但是我們還是歡迎各位好朋友啊，我們也希望一年多辦幾次，但是我們還是希望很多好朋友一起來台南。NVT強調演唱會的精彩程度甲創意絕對值得來參加。同時在台南消費50塊，就當登錄台南購物節活動，歡迎大家做伙感受台南的熱情，迎接2026。台南新聞亞述懷林跟採訪報道。